行吧，身体了哈。抢包了！哎呀，我包里的钱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抢包了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！马小白，别催了啊，我马上到。帮我查你车牌号，中卫2392。怎么了？到再说。你就是小柯啊？对，我就是小柯。自己说。说。我以后不干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当时加入的时候，我说过什么？记得。飞车党不是飞车贼，不许偷盗，不许抢劫。记得。阿南，他是你的人。废了他！哎呀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干了，我真的不干了。你知不知道外人怎么看我？你饶我这次吧。大秋，先找人把钱送过去。一要孝悌忠信，敬不善不仁；二廉心实行，敬淫邪奸盗；三要仗义端正，敬恃强凌弱；四要谨言慎行，敬横行霸道。刑家法。我的兄弟，我自己来。进行家法，以示惩戒。干嘛呀？说清楚再走。什么说清楚？我要上去。你他妈没睁眼把我包弄地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行吗？说对不起就完了。包里边有电脑。哎呀，撞坏东西就得赔，给点钱，算了吧啊！你们要多少钱啊？多了不要，电脑钱就够了。我身上哪有这么多钱？我操，小子想赖账啊！哎，苏老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呢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漂亮姑娘来救我。美女，要是你弄坏的，我们就不让你赔了。我请你放尊重一点，你们要闹去别的地方闹，别影响别人。我们不影响别人，我们就影响你。以后不要在这里出现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大哥，留个名呗，反正我们以后知道咱在谁的手里了。你戏看多了吧？我是老师。圆圆，吓着我啊？没事，你不用谢我，哈哈。没事。我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罗老师，迟到了吧？来，上车，我送你。廖老师，我也快迟到了。没空，